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17号，这一期咱们聊点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在刚才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在2024年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这个成绩一公布，有些人难免会觉得自己拖了后腿，但是也不要紧。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4.908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可以说不折不扣的、一丝不少的完成了任务。我记得咱们2024年开年的时候定的目标就是5%，很多海外机构一会儿说5.5%，一会儿说5.2%，后来又说4.几，来回摇摆。但是你看我们目标5%，最终完成的就是5%，目标和最终的结果完全一致。这下海外的这些机构又看傻了、懵了，脑袋懵懵的，嗡嗡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91414亿元，比上年增加3.5%；第二产业增加值492087亿，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765583亿元，增长5%。你看看，就1、2、3产业非常合理，这个结构非常均衡。国家统计局在当天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总的来看，2024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这个好像跟往常说法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往常说了稳中向好的局面没有改变，他这个说了稳中有进，但是这个感觉稳中有进和稳中向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区别。不过后面统计局说了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稳中向好谈不上了，但是咱们稳中是有进的，而且这个进的部分都是好的部分。我们高质量发展，那低质量的东西少了不要紧，咱们高质量的东西多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但是后面咱们统计局还要谦虚一下，取得了成绩不要骄傲。所以你看统计局说，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不利影响加深，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大家不要搞错了，这都是客套话，也就是在这么多困难下，咱们仍然完成任务。它主要突出我们是完成了任务，稳中有进。展望未来呢，统计局说，接下来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给我的感觉就是统计局的判断，经济稳中向好的这个局面似乎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通过激发活力、稳定预期，还是能够让这个形势稳中向好。刚才说的是 GDP， 后面统计局就说到了我们的可支配收入，这个又是个好消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它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4年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让农民先跑起来，所以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快一点，我想也是众望所归。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3%。你看看，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你看卡的就是这么好，不多又不少。你看 GDP 是5%，我们可支配收入是5.1%，比 GDP 还多那么0.1%。这0.1就是希望，这0.1就是进步。咱们收入可支配收入比 GDP 涨得还要快一点，所以我们要看到希望，不要总是抱怨了。按照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你看农村里面涨得更快，6.3%，远远高于 GDP， 比城镇的可支配收入也涨得快，城镇只有4.4%，城镇居民比 GDP 要慢，所以说让农民先富起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470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1%，这个你看又是恰到好处。全国居民5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9542元，中间偏下收入21608元，中间组收入33925元，中间偏上收入53355
59元，高收入组98809元。希望这个数能跟税务局的数能对应上。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22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你看看，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同比增长都是5.1%。我们就是控制的就这么好，气死这些海外的机构，就打破他们脑袋他都想不到。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29.8%，与上年持平。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7.4%，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些数字就是漂亮，无懈可击。有网友说拉动经济的不是3驾马车，而是4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再加统计局。我在想，这个统计局确实功不可没。他说我们可支配收入又增加了5.1%，所以大家也不要抱怨了，赶紧回去或者放下手头上其他工作，是不是比去年多了的回个1，点个赞。如果没有多，那你要自己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努力，为什么要拖国家后腿？不要老是抱怨社会，你要多问问自己，为什么别人可支配收入都涨了，就你没涨？有人说那我家都没涨，那对了，那你就得问问为什么你们家都不涨啊？有人说了我同学我朋友都没涨，那你也得问问为什么跟你认识的人都不涨，还不是说明你自身有问题？所以说要多找找自身原因。我们看统计局继续做贡献，这个关于人口，2024年全国人口减少139万人。2024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一共是1.4亿，再多个828万，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93万，人口死亡率是7.7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0.09%。2024年是龙年，龙年不是有很多人要生龙宝宝吗？再加上各地刺激，结果出生人口只有954万，也没有多少。记住了啊，咱们人口高峰好像几年前是1700万。从性别构成看，男性人口7.19亿，女性人口6.89亿，总人口性别比为104.34，就是男性比女性多4%。从年龄构成看，16到59岁人口8579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60.9%；60岁以上人口3.1亿，占全国人口的22%，其中65岁以上人口2.2亿，占全国人口的15.6%，就显得咱们是老龄化，60岁以上的占22%嘛。从城乡构成看，城镇常住人口9.4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1083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65亿人，减少1220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就是城镇化率67%，比上年末提高0.84个百分点。这个说明咱们这城镇化还在进行，农村的人口下降的快，而城镇的人口是在上升，说明咱们这城镇化并没有结束，还在继续推进。我在想，我们2024年少了139万人，人口下降，但是我们的 GDP 还是5%的增长，我们的收入也在增长，人口在下降，那不就人均收入在增长，人均 GDP 也在增长。2025年蛇年，也就刨除龙年大家都喜欢生龙宝宝这个因素，那蛇年新生儿出生率恐怕还有压力，这不要紧，统计局确实劳苦功高。也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因为这个土地卖不掉，很多地方公务员工资发不出来，有的地方这个绩效也没了，所以建议这个地方政府对统计部门还是要保障他们的工资，要该给还要给，毕竟他们付出了更多的汗水和智慧。如果你光看统计局这些数字，你总感觉好像有点问题，总觉得好像不那么踏实，不那么可信，或者是有的人就感觉跟自己个人的感受不是完全一致，容易产生一些怀疑。但是你看现在自从抖音难民运动以后，美国很多人还西方的都涌入咱们的小红书还有抖音。我也看了一下，网上有很多人说经过连续2天2夜对战，就跟美国那边开始对仗，确实发现咱们在很多方面已经是清场式110。来小红书对战的美国人呢，发现自己被美国的媒体还有那精英给蒙蔽了很长时间。美国的这些网友他发现中国人过得很幸福不像美国媒体宣传的水深火热，他们本来以为中国是水深火热，以为他们自己很幸福，结果跑到小红书上一对战，发现原来他们是水
水深火热，而中国啊过得很幸福，就这个意思。无论从收入还是到什么生活成本，比如水电、房租、看病，虽然美国是免费医疗，但是跟中国这个医疗一比差远去了。所以双方一对战之后，这美国人就觉得他被美国的主流媒体和那些精英给欺骗了很久，骗得太苦了，骗了几十年。当然咱们这边的网友也觉得是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看了统计局的数字之后就觉得亲切多了，也顺眼多了，感觉应该是这么回事。都说外国人什么劳动福利好，外国人生活水平高，结果一发现他们过得很惨，每个人都在透支，很少有积蓄。这不就是维欧老师说的吗？清产是遥遥领先。这还很多专家不都论证过吗？咱们成都工资6000，生活条件要比法国啊或者欧洲什么2000欧的这些人过得要幸福。那还有什么说咱们这个3000和美国的3000美金，显然咱们的幸福指数要高得多。这么一发现，你看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前这些人在网上宣传，大家都不信，骂他一顿。现在你看把美国人放进来了，美国人在小红书上一对战，发现这些人说的都是对的，没毛病。美国人自己承认了，生活水平啊照中国是差了一大截。这是连续48个小时对战对出来的结果。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很多小粉小红非常激动，忘记了昨天晚上啃的馒头和榨菜了，也暂时忘记了这个按揭贷款恐怕要还不上，也忘记了恐怕要失业，对吧？这些烦恼一扫而空。你相对美国人民那个水深火热，你这点算什么呢？我在想，如其说是维维老师，还有什么陈平老师，还有卢专家说他们发现了真理，还不如说这些人降智宣传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达到了目的。白的就这么被说成黑的，黑的就这么被说成白的，这是新时代的指鹿为马。我不反对中美网民啊互相交流、互相对战，这个没有问题的，增加交流、互相了解，但是不能在里面带节奏，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一叶障目。这么理解的话，那和上海少爷开着豪车去韩国游客面前炫耀，不是一个道理吗？有什么区别啊？就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有贫富分化的问题，美国也一样。美国虽然是个纺锥型的结构，但是它穷人也有。那咱们是金字塔型结构，虽然说没有钱的人占多数，但是有钱人也很多。上海5000万的豪宅日光，对吧？100多套一天卖完。深圳2000万、3000万的豪宅日光。北京的上亿的豪宅，你只要敢开盘，也是一天给你抢完。如果你拿这些人跟美国比，美国只能派马斯克了或者库克，只能派这些人上了，否则他比不过你。就这小红在这片面理解，在这宣传，他忘了我们有6亿人可支配收入不超过1000块一个月，他忘了我们的农民工在巴西，人家说他是奴隶，就这个活我们的农民工还抢着干。他也忘了河南周口的那些老太太在收割机下面抢玉米，抢那些黄豆。只能说维欧老师还有那些卢教授什么这些人洗脑降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也忘了湖南还是什么地方一个桥14连跳，搞得管理部门没有办法，只好在桥上面每10米搞一个人执勤在那看护。美国人没有存款，不能说都没有，美国普通人大部分人没有存款，一个月花一个月的钱，很多人还花下个月的钱，这很正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疫情期间那拜登总是要发钱，因为疫情一来一封锁他就失业，他本来就是这个月花下个月的钱，结果他还失业了，那他信用卡都还不起，不叫出问题吗？所以政府要发钱。最近加州大火让很多小红达到了高潮，各种对比，各种笑话。你看美国还说他厉害，一个大火都搞不定，你再看某些国家下一起火，各种可歌可泣的各种英雄人物，各种灭火故事，各种重视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及领导重视，各种指示下达。你看看美国加州大火也乱成什么样，无能。这种片面的比较让他产生了自豪感。实际上像加州大火啊，不管什么地方大火，你要考虑的是这个火给当地居民造成的灾害，也就是大火过后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就没有地方住，露宿街头。大火造成了多少生命的损失，就是一共烧死多少人，什么原因烧死的。如果说加州大火烧了这么多天没有烧死几个人，它肯定是有人员伤亡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什么流落街头没地方睡，流离失所，社会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什么动荡不安，那就是人家美国人的事了。那些有钱人房子烧掉就烧掉了，反正保险公司要赔钱。那些人房子烧掉了，他并没有流落街头，并没有住在公园里面，人家马上换别的地方住去了。你这些地方能不能做得到？你这边一起火，你只能赶紧把火灭掉，你不灭掉，你要造成多少人流离失所，
他没有地方住，多少人会被烧死？美国人他那个地大物博，你从飞机上往下看，那跟大国完全截然相反。就是美国是你感觉那个房子啊，它是在树丛里面，就一大片森林里面，这儿几处房子，那儿几处房子。咱们这不一样，咱们挨着树林、山、森林周边那个城市密度多大？美国人他烧得起，他不在乎。所以你拿这个来比较，然后得出说美国政府无能，那是比错了地方。中美网民在网上互相对战，也不能说他们在撒谎，对吧？双方恐怕都是真实交流，但是啊，不能以偏概全。美国人口只有3亿多，他们的文化程度恐怕比我们要高，也就是他们网民普及率比我们要高，也就是在美国农村山村里面那些人他都能上网，都能发表自己观点。但是在咱们这儿，刚才看了人口结构，还有好几亿农民，还有那些农民工，他基本上就是抖音上面看一看，刷一刷大长腿，看看钓鱼，他们很少会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对吧？和说出自己的现状。所以你对吧？国内的网友跟美国网民对战，某种程度上是降维打击。举个例子，大家明白了，有点类似于田忌赛马，你又赢了一回。实际上，这个到底哪儿好，也不用这么去看，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全面看待。我一直说，咱们是普通人，傻子过年看隔壁的。你既然是普通人，你就得承认自己，你的认知啊是不够全面，容易被别人带节奏。那你看看那些高官把自己的孩子往哪儿送？朝鲜好，他为什么不往朝鲜送呢？俄罗斯好，为什么不往俄罗斯送呢？大国好，那为什么不把他留在大国呢？王思聪为什么跑到日本去了呢？这官员为什么把子女送到美国去，送到瑞士，送到西方，都是万恶的，而且生活特别差，免费医疗都是徒有虚名，为什么往那儿送？连家头老师都跑到美国去买小房子，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修钢琴，难道咱们国家没有钢琴修吗？社会主义钢琴不用修吗？多少万人翻山越岭，装好几辆飞机，对吧？穿过丛林，涉水过河，最后进入美国，搞得特朗普要把这些人送回来。既然你这儿这么好，为什么这些人还跑呢？美国那么糟糕，他们为什么要往美国跑？特朗普说要吞并格陵兰岛，这个格陵兰岛上面人还挺激动，他们马上要公投了，说愿意加入。那美国那么差，他加入干啥？让美国人占他便宜，这就是简单的常识，这是逻辑。所以说啊，不要拿网上对仗从那里面找自豪感，就是以偏概全。不过也有好消息啊，我今天看了一个报道，叫华中师范大学，他率先啊把这个逻辑学列为本科必修。这个是1月15号报道的啊。大武汉说全国率先，武汉一部属高校把逻辑学列为本科必修课。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1月15日讯，全体本科生都要上。1月15日，记者从华中师范大学获悉，该校逻辑学导论课程团队正式成立，逻辑学课程将成为该校2024年全体本科生的必修课。目前，逻辑学导论已排入学校2025年春季学期课程表，从个别文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变为一门通识必修课。这武汉可以快人一步，走在了前列。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彭双介表示，逻辑学作为联合国规定的7大基础学科之一，其在面向学生的思维训练、写作论证、沟通谈判、决策管理、科学研究、数字素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越是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逻辑学知识的深入融合和逻辑学工具的广泛应用显得尤为重要。为本科生开设逻辑学必修课，将为学生提供更加宽阔的逻辑知识视野和更加理性的逻辑素养，培养他们成为具有全球视野、能够应对复杂问题、智能时代卓越教师。这个你看看，值得鼓掌啊，值得庆贺。虽然说他逻辑学不一定是大家想象的那种逻辑学，但不要紧，他只要开展逻辑学，这就是迈出第一步。这是本科生必修。等到逻辑学普及了，每个人具备一定的这个逻辑学素质，那么所谓的中美网民对战，大家就能更加准确的、更加轻松的去看待，对吧？就不会被误导，不会瞎激动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